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哈利路亚！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黎明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欢呼，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成就万事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我现在要邀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伟大的神。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耶和华欢呼！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掌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黎明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再次当称谢进入他们，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来和华向耶和欢呼。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神是配得我们颂赞神，哈利路亚！哥哥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宣告，我们因为耶和华我们得胜了，哈利路亚！
随雨出火出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让我们先做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将拍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将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恩赐祝福将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将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不怕。主耶稣，我们得胜我要得胜，得了，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我们举手都不高唱怕。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盼望跟能力，神的宣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再次在敌人的面前，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再次在敌人的面前，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让我们将最大的掌声赐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我们靠着他全部都得胜了。现在神就是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到你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那耶稣，我们看到最近疫情真的是非常的长久，非常的惧怕。那耶稣，你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凡事都要依靠你，因为你比那世界上的一切都还要更大。我们将感谢你，耶稣，让我们真的可以全心的来依靠你。将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门。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说
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我要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我更多的依回。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我在世上，我除了依靠你，还能依靠什么？我要我们更多来依靠唯独你。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因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修补一切，再次立约。因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主啊，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就在此时此刻，不论在镜头的背后观看的人，还是正在现场的人，主，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你看见我们正在那恐惧当中，正在那疫情的威胁里面。主啊，你让我们透过敬拜再次回到你的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这位赏赐生命的主，
我们的生命才有出路。唯独依靠这位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更是带领我们走那正直道路的主，我们才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就在这个时刻，就在台湾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活出主啊你的爱，活出主你的见证，活出依靠你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恐惧，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不确定。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赏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们依靠你，就一无所缺；我们依靠你，就知道当行的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正在录影的这个时刻。我相信有很多人今天早上会被今天的新闻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好像从有疫情以来到现在，这个时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天有180例，而且现在双北市进入了第3级的这个疫情标准的管控范围，他们正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高峰的地方。那我们在现在呢，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因应疫情的改变，所以我们会用线上直播，还有预先录影的方式，在各样的聚会。所以邀请大家，如果你现在正在家里，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邀请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也透过这样，可以继续的跟教会弟兄姐妹有在线上的团契时间。那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报告。那报告的内容呢，在这个礼拜因应疫情的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 PPT 上面有写到，我们现在的聚会时间，我们都透过我们迦南教会、迦南基督长教会的 YouTube 频道。还有我们的粉丝页，或是我们 FB 上的这些粉专，我们可以从上面来去追踪这些的信息时间。那主日礼拜呢，一样是早上8点半、10点半，会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会有播出。那儿童阿卡培的话是在主日的10点，我们可以上这个阿卡培 FB 的粉专来看。那周六礼拜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那今天我们是用直播的方式。那在礼拜六的6点呢，也邀请大家，平常做周六礼拜的，我们就一起上线来一起礼拜。那礼拜3的祷告会呢，一样会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在礼拜3晚上8点的时候，会有这个一起来祷告的时间。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因应疫情的变化所调整的。那我们当中呢，还是可以有奉献的这个机会跟时间。那你可以用线上奉献的方式，那可以看我们的周报的第3页，电子周报的第3页上面有讲。那如果你有转账或是你汇款的话，请务必来电通知。那在上面有一些信息，也可以透过我们线上周报来观看。那教会奉献的账号呢，就在这个地方，邀请大家我们持续的将上帝所赏赐的我们奉献给上帝。那在青年牧区的报告呢，我们原定在下礼拜5月22、23的青年牧区关怀活动跟户外礼拜，我们延期举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相关的太鼓的课程，还有我们原本有运动的课程，还有数理客服的课程，我们都因应疫情的关系延期。那持续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IG、FB， 在上面会有最新的资讯，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恢复，或是调整成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到儿童牧区。儿童牧区呢，就是因应这个本土疫情持续升温，那市府防疫会议有通报，所有跨校跨班的学生活动一律暂停到6月8号，所以雄青的这个小组也是暂停活动到6月6号。那有最新的消息会继续再公布。那社区事工呢，德福也是就是暂停服务到6月8号请大家可以透过 LINE 电话方式继续保持联络追踪德福关怀据点的讯息。
那松大呢，也是因应防疫的规则，有滚动式调整本学期的课程到6月8号哦。那疫情之后，缓和会再进行补课。然后在肢体消息的部分呢，有2个部分，第一个是吴延清弟兄呢，于5月7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86岁。他定于5月22号的礼拜六早上8点，在桃园殡仪馆的志美堂举行入殓礼拜，9点火化礼拜。那2点半呢，就直接在那个南坎的吴家墓园举行安放礼拜，邀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来代祷，求主来安慰。那我们也还有另外一位是蔡秀莹姐妹，她在5月11号也蒙主恩召安息主怀。那定于5月18号10点，在桃园殡仪馆至真堂举行入殓，还有接下来的火化礼拜。那下午4点呢，在大溪的和平禅寺举行安放礼拜，求主呢持续的来安慰这个家庭跟家族。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请。上主啊，你已经医治了我，我们要弹琴唱歌赞美你。有生之日，我们要在圣殿中赞美你。以赛亚书38章20节，我们再读一次哦。上主啊，你已经医治了我，我们要弹琴唱歌赞美你。有生之日，我们要在圣殿中赞美你。以赛亚书38章20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经文呢，也是我们今天在家会主的经文。大家有看在家会主吗？有收听在家会主吗？我们现在用这个 Podcast 的方式，在各样的平台上面除了只剩下这个 Apple 的平台还没有上架，那其他有很多的平台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讯息。那最主要的，我的教会 APP 跟 YouTube 上面呢，每天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灵修。刚好在今天的经文呢，这些牧师呢，我们因应这个很急速的调整，在非常短时间里面呢，我们调整成线上的礼拜了，也预备，因为原本的御神主日还有今天周六晚上其实是外勤讲员，但是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大的调整。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今天的经文不只是在家会主里面，刘牧师讲的非常精彩。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讲道里面，我觉得神也要透过这段经文再次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38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20节。这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一个人生死存亡的故事，可能也会是今天你的故事。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来读，一起来看 PPT 上面的文字，我们一起来读哦。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有人要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
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哦，很长哦，因为从第9、第10节开始是一个长的祷告。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是一个人，他在经历了已经要死了，却透过祷告再次经历上帝恩典临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在这边有一些现场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透过祷告，原来你觉得不可能，这件事要完蛋了，竟然经历了上帝的救恩。而今天西西家所经历的，竟然是他自己生命被拯救。在我们这个礼拜呢，应该有个非常夯的字，叫做什么？人与人的连结，没错，人与人的连结超级厉害的。让我们从4月开始呢，4月底开始，一直到现在，从一天确诊3例，然后到今天确诊多少例？180例。我们在全世界现在呢，还算是优等生吗？大家觉得防疫优等生算？当然算啊，我们已经防疫防这么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这个防疫好像快要消停了，可是却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出来，而且一爆，这次是完全赢过了去年一天的那个讯息。大家听到之后就觉得，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看到新闻，早上起来看到新闻，听到很多人打电话，还有今天要联络很多的服侍的事项的时候，刚开始我还觉得很震惊，可是越听怎样，越害怕，越听越觉得，发生什么事了？或者是你看到新闻里面现在的可能你去到一些超商啊，去到一些那个量贩店啊，东西都已经被怎样被抢光了。有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特别是从2020一直到现在，特别在今天，你会不会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我想我们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大家都会说对，因为擦一个口罩就差好多。你会不会觉得大环境让人很没有盼望？不是年初好不容易
大家又可以平息下来，怎么又爆出来了呢？你会不会觉得下一个就是你？我想在我们当中，不管这时候的你，或是这时候的我们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回到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甚至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来连结这位赏赐我们生命气息又掌管全地的上帝。人与人的连结很厉害，因为它可以让确诊人数暴增。但人与人的连结也可以很有盼望，但看你连结了谁。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从恐惧、不安、压力、重担当中脱离出来。我们要学习再一次的用刚刚西西家的祷告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祷告词哦，请。我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并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生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使我完结。现在在这个祷告里面，你有这样的感受吗？觉得自己好像活得很恐惧，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到什么时候？觉得好像今天可以看到这个人，明天不一定能够看见。我们要持续来祷告，用他的祷告来祷告，请。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主啊，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为什么要第二次讲这个祷告词哦？等一下大家会更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当我们在读这祷告词的前段，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位王西西家，他正在恐惧的笼罩里面。恐惧笼罩怎么了？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可能你没有很害怕，但你身边的人或多或少有害怕的人。所以在今天呢，牧师要带领大家从恐惧开始来认识我们的神。人类天生在出生的时候，很明显的只有两种恐惧，一种呢是掉下去的恐惧。如果把一个人从高高的地方往下放，他在坠落的过程当中，他从婴儿开始就会觉得害怕。还有另外一种恐惧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天生的恐惧，就是巨大的声响。突然有一个声音会把你叫醒。我刚刚那个声音还不算大声，巨大的声响。意思就是说，其实恐惧有很多
并不是先天就有，而是后天学习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恐惧在你生活当中？我们来看看哦。恐惧的情绪，这是一个情绪，当它出现的时候，其实最早是因为了要生存，因为害怕自己生存不利，所以呢，当有这个恐惧的情绪，会帮助你，为了要让自己不要再恐惧，会做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可以生存下来。譬如说原始人，他要对抗这些野兽，在户外的时候，他为了要生存，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都是很害怕、很恐惧的。然后我刚刚有讲，很多恐惧其实都是后天学习。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人们的恐惧，特别你透过你今天以后的观察，你可以继续去看，在这些恐惧当中，神怎么提醒我们来依靠他。通常恐惧呢分为4大类，可以想得到的，每一个人都害怕什么？怕蟑螂，怕蟑螂背后的原因是怕脏吗？怕恶心？怕什么？恐惧的分类呢，我们大家可以分成几类。一个呢，对成人来说，我们害怕失去，害怕失去。譬如说，像现在这个疫情变严重的时候，害怕失去人与人的连结，你会害怕这个吗？还是你拜托不要再跟我连结？会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健康，会害怕失去一些你正在做，但因为这件事被打断。那你可以去想一想，恐惧是什么？你害怕失去什么？而第二个类别呢，可能是失败的恐惧。你害怕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失败？通常你越害怕在那件事情上面失败，其实你很看重那件事，甚至这个会跟接下来的你的价值有关。所以第3类的恐惧是被拒绝的恐惧。你害怕被拒绝吗？你害怕被污名化吗？像桃园在疫情到现在，因为我们是国境大门，所以有很多确诊的人都会在桃园的各处医院接受治疗。所以桃园的人要去到别的县市的时候，都会你是桃园人哦。可是其实现在全台湾都一样了，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威胁的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恐惧，其实前3个恐惧慢慢去想到后面，就会大概去了解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恐惧背后带着很多的未知。怎么办？疫情来了怎么办？我要去上课吗？我不要去上课吗？我要去上班吗？我不要去上班吗？当这些孩子不能去上班，他们待在家里，父母要去上班，怎么办？我会因此而失业，怎么办？我会因此在我原来很重要的活动规划里面被中断，怎么办？其实人很多的恐惧，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未知的里面。而这些恐惧呢，有人就说啦，恐惧的另外一面就是怎样？不害怕嘛。害怕的另外一面不害怕，或是说恐惧的另外一面就是信心。所以当人面对信心，我刚刚有说，为了有力生存，所以人在这些恐惧上面就要表现出信心。而这些信心可能会建立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呢？如果我刚刚分类4大类，那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把失去的恐惧建立在拥有的信心上面。当你拥有，你就有信心；你没有，就没有信心。你有可能会把你的恐惧建立在成功上面，因为有这个成功的信心，就可以打败失败的恐惧。所以你必须要成功，你才不会落入失败的恐惧。你有可能会把你自己建立在被接纳的信心上。我只要被接纳，我就不会害怕我被人家拒绝。我只要在每一件事上面被接纳，那你可能会开始讨好别人，或者是你表达出来的其实不是你自己，因为你害怕被拒绝。那也有可能你会用你已知的每一件事情来成为你的信心。我不要有不知道的事情，我就不会害怕。所以我每一件事情都要怎样？
最后我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都要知道，我知道越多越好，因为我未知就越来越少。可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当你知道越多，其实你不知道就更多。那怎么办？怎么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解决恐惧的问题啊！恐惧它仍然在，恐惧它没有办法，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它就不见。因为我刚刚说，恐惧利于生存。那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就会想说，为了不要害怕，那我就拒绝这件事，我不要、不想、不愿，然后就让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恐惧的大的坑。刚刚那个祷告词有讲，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反正我什么事情都是不要嘛，不做嘛，不想、不愿意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摆脱这上面4个讲的东西了。可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透过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不害怕的，因为上帝把恐惧这个情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有原因，让我们利于生存。还有另外一件事，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要死了怎么办？要死了怎么办？我们一起来读第1节。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我来讲一下比较白话文的现代中文译本，他怎么说？他说：约在这个时候，希西家王害病，几乎死去。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去见王，对他说：上主这样说，要处理好你的家务，因为你不会康复，你准备后事吧。如果你是被医生说你要死了，或许你还可以转诊转院，但是如果你被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你你要死了，你大概也没有什么机会想尽办法活下来。这时候我们会怎么想？有些人就会想说，死就死吧，反正疫情都已经变这样，烦死了，每天都要面对这些好恐怖的事情。可是在这里讲的死，对希西家来说可能是肉体的死亡，对我们来说，要死了怎么办？在现在疫情的情况，或是在你人生的经验里面，或许对你来说，肉体的死不是真的死哦。有一些人对他来说，可能灵性上的死亡是他最害怕的。有些人可能害怕是他原本是很有良心，他觉得要照顾别人，要爱别人，但是渐渐的心冷淡退后了，像是心要死掉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他原本可以爱人的，他有爱人的能力，但他却在这件事上死去了。或者是就像现在，原来大家不会冲去这些量贩店去买、去抢购，但是因为自己的心那个害怕太多了，忧虑太多了，让自己原来的节制也慢慢死去了。即将要失去，即将要失败，即将要被拒绝，即将要我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这就是希西家在今天经文里面实际的处境，而我们离这处境其实也不远。然而希西家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转向神，相信神要与他同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在这个要死了怎么办的情况下面，其实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会知道，隐约知道，其实希西家在当时，他是犹大里面所谓的好王，除去了这些偶像，专心的敬拜神，可是却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希西家他告诉上帝：
你完完全全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你知道我是按着我心里的诚实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却遭遇到这样的事，他就转向神，大大的哭泣，痛哭在神的面前。我想我们现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如果你刚好就在那很负面的当中，或许这段经文就在鼓励你，你就向上帝来哭吧，你就向上帝来喊吧，你就向上帝来抱怨吧，你就把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来告诉我们的神吧。在诗篇51篇16到17节里面就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他要我们带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其实就是忧伤痛悔的心。今天神听见你的祷告，今天神看见你的需要，其实他是看见你的心，他是看见你存什么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或许你现在真的很恐惧，或许你现在真的很焦虑，或许你现在发现原来我过去寻求的这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不害怕。西西家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转向他，转向就是悔改他原来的意思，他转向到上帝的面前，而上帝他也回应了西西家的祷告。我当然会说，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回应他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上帝他透过以赛亚回应了西西家。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上帝他听见祷告，他看见眼泪，他赏赐生命。我在这里讲的是，上帝做了这些事情，上帝正在你的痛苦当中向你来说话，他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但是他会不会赏赐生命，这是神他的主动的作为，而不是人能够去规定他的。因为透过刚刚的寻求就知道，其实他并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回应他，但是上帝主动告诉西西家，他听见了，他看见了，而且他要帮助你。接着呢，上帝继续说话，我们一起来读，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在这里讲到上帝他要拯救，接着继续讲什么呢？继续我们一起来读，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其实日晷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阶梯。日晷的阶梯，或者日晷阶梯，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如果照得到这个台子啦，我们教会的这个是有阶梯的，所以呢，照理来说，这个太阳要往前照，会随着这个阶梯这样照过去，但是呢，却往后退了10度。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透过这个印证，让西西家看见上帝的拯救超过他所求所想。上帝是做新事的神，而这个新事是你并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可是他做了，你看了，你就会知道，原来这是上帝对我说的话。在这里我刚好想，
为什么上帝会做这些事情，会讲这些话，特别是像刚刚所说到的，这边有一段话很特别，而且也很奇怪。你去告诉希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其实上帝就可以讲说，你去告诉希西家，我这样说，这样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再讲这一段呢？其实当希西家面对到自己生命要死了的时候，神他讲这段话跟他的应许非常的有关。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成功，是建立在拥有，是建立在已知，只要你不成功，只要你没有，只要你不知道，你的信心就败落了。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你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活。这就是希西家他经历上帝救恩一个很被祝福、福音充满的地方。因为在撒母耳记下这一段，他刚刚讲你主大卫，上帝透过大卫对大卫的应许持续祝福他的后代。现在轮到了谁？就是希西家。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上帝他告诉大卫，说：“我会坚立你的国，而且你的国位永永远远哦。”可是，在历史上面，你们不觉得这段经文很奇怪吗？因为希西家后面犹大王到最后，犹大是灭国的。上帝，你的应许有发生吗？你可以说在希西家的身上它发生了，因为上帝你使他存活，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希西家他还没有后世哦。但是上帝让他存活下来，透过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他持续的祝福在他的后代希西家。而直到犹大国灭亡之后，上帝的话语他是乱讲的吗？没有，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这个国还真是永永远远。因为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透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建立了一个胜过死亡权势的国度，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透过新约，让我们来认识，原来我们的信心不是站在哪一些事物上面，而是站在上帝的应许上面。我们被应许环绕，然后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活？你会问说，牧师，我们现在还是很辛苦啊，疫情这样，我的工作，有一顿没一顿，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活。我很努力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可是疫情处处限制，我要怎么活？我们要怎么活？我们要站在上帝应许的话语上面来活。我们要站在这个永永远远的国度的眼光来活。所以当希西家他领受之后，我现在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2019版本，你们在读的时候会更知道。我邀请大家，这个是希西家他痊愈之后的祷告，你们帮我念好吗？请。主啊，我要为你而活，只为你而活，求你医治我，让我活下去。当他站在上帝的应许上面去活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活，就是第一个要为主而活。接下来呢，他讲什么？继续哦，我的愁苦将变为安宁，你救我的命，脱离一切危难，你饶恕我一切的罪过。我过去的那些罪恶，我过去或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患难，因为知道你的应许，站在你的应许上面，我能够平安自在。翻成白话，我们继续来看，
在阴间没有人赞美你，死了的人不会颂扬你，下了冥府的人不会仰望你的信实。意思是什么？只有活着的人才有办法嘛。所以呢，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来仰望上帝，而不是等到你死了，或是等到你要断气的前一刻，你再来仰望上帝。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在应许的环绕里面，我们站在这样的恩典上面，我们能够来仰望上帝。然后接下来继续我们来读，只有活着的人才赞美你，正如我现在赞美你。父亲要告诉子女，你多么信实。在这里有讲到两个，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用线上礼拜的方式、祷告会的方式，你在家里自己敬拜的方式，小组当中唱诗歌的方式，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够赞美神。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就要来赞美神。而且赞美神不是只有赞美神，在这里后面还继续讲，父亲要告诉子女，你多么信实。不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应许里面，靠他来活，而是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在面对恐惧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充满限制的时候，他也能够来认识这位信实的上帝，成为他的依靠，成为他的帮助。而在这当中，希西家他自己经历到，上主啊，你已经医治了我。我们要弹琴、唱歌、赞美你，在有生之日，我们要在圣殿中赞美你。线上礼拜会有很多的挑战，或许第一个就是挑战我们的专心，挑战我们的敬虔，挑战我们来到神面前愿意寻求的态度。不过在希西家，他经历上帝应许的同在，他发出这样的祷告：你医治了我，我们就要来弹琴、唱歌、赞美你。在有生之日，我们就要在圣殿中赞美你。我们要在哪里赞美神呢？我们要在礼拜中赞美神。我们可以在线上的礼拜中赞美神，我们可以在祷告会赞美神，我们可以在线上的小组赞美神，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地方，只要有生命气息，我们都可以来赞美神，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经历。在今天这2天，有很多的人在传一些的图片，在这些图片里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在瘟疫中的我们可能会有各样的状态，在这里面就有写到3个状态，一个是惊慌的状态，一个是学习的状态，一个是成长的状态。而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活在那个成长的状态里面，因为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就是在顾念每一个弟兄姐妹，献出才能，任人差遣，在需要、在破口上面，感谢我们的医护，感谢我们的这些团队，卫福部的团队，在这时候堵住这破口，而且让我们可以活在当下，聚焦未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可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是上帝要做新事的时候。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做新事，因为诸多的限制，你可以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可能性。加强我们当中的同理心，让我们感谢和感激他人，感谢自己健康的活着，我们也感谢他人，彼此来保护。活得喜乐，传扬盼望，在这边有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还有操练、安息、忍耐，建立关系，培养创造力，这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害怕吗？还是恐惧吗？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些恐惧，甚至我们有恐惧的心情，其实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寻求那位赏赐生命、赏赐我们有永生的主。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是他让他的国永永远远，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将自己的需要交托给他，将自己的限制交托给他，将自己的情绪带到他的面前，然后呢，要抓紧神的话语，连结在上帝的信实当中来生活，连结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生活，连结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来生活。邀请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时心远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人，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就像这个歌词说的，是主的宝血赎回我们，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你现在如果感觉到害怕，你现在如果感觉到不安，你现在如果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心里觉得很暗淡，会觉得自己心里面很闷，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上帝让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应许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好像被接纳的，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发现在疫情当中，我们知道再怎么多，我们拥有再怎么多，只要这个疫情一旦就像今天这样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每一个人都有限制。你说我没有啊，我四处爬爬照。我们不要试探这个环境，不要试探神，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神透过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要拯救我们，他听见我们的祷告，他看见我们的眼泪，他也是赏赐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健康来到他面前的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你的不安，为你的焦虑，为你自己，为你的群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应许里面，而不是放在自己的里面，让神来带领我们，在一切的挑战，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在一切的不舒服里面，在一切的不方便，在一切的限制，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有那个得胜的心、信心，
因为我们是靠主来得胜，因为我们是站在他话语、站在他的应许当中来得胜。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做一个得胜的祷告，一个呼求的祷告，一个向神来求平安的祷告，向神来求医治的祷告，向神来求信心的祷告。我们是站在上帝话语当中的，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透过西西家的祷告，超过他把我寻回。耶稣，以你的宝血，以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领略。以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以你的宝血，以你的宝血，恩典的宝血，守护一切，再次领略。以你的宝血，牺牲的宝血，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无瑕疵的爱来到破碎的我面前，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血映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天涯海角，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机会转向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主你应许当中。阿爸天父，你的慈爱引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用你的爱来环绕我们，成为我们的安全感，成为我们的满足。圣灵，我们邀请你天天向我们的生命来说话，指引我们的脚步，提醒我们思想意念当中，让我们在每个恐惧中来依靠你，让我们在每一个恐惧中来仰望你。三位一体的主，谢谢你。愿主你的平安，愿主你的喜乐，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刻，仍然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全人生命的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差遣，让我们每一天要活出从主来的信心。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出火主带领，甩开不幸，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我们一起来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
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让我们天天仰望神，依靠神，有从他来的喜乐和平安，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谢谢大家。